點解神唔即審判惡啊？神係咪真係存在㗎？邪惡嘅撒旦同埋惡人會帶俾軟弱嘅善人痛苦，並且欺負佢哋，所以善人可能會冤枉咁嚟到去死去，或者喺漫長嘅歲月中承受住痛苦啊！神如果存在並且治理世上，點解唔即刻審判惡啊？絕對者神係絕對嘅善，應該從惡人開始行惡事，就唔准惡人咁樣做先至啱㗎嘛。神點解冇消滅惡，讓善明明愛神，卻承受惡所帶嚟嘅痛苦呢？約伯就係一個例子啦。約伯係一個正直良善嘅人，但係撒旦嫉妒佢，並且同神打賭話係因為神對佢好，所以約伯先至愛神㗎。如果冇呢啲屬肉上嘅祝福，佢就會離棄神啊。於是撒旦就不斷咁攻擊約伯，導致到約伯遭遇咗巨大嘅痛苦同埋損失咯，包括失去咗家庭、朋友同埋財產啊。仲有我哋睇下大衛啊，大衛喺佢年輕時俾撒烏王追殺，儘管佢係被神所選中嘅王，卻經歷咗長時間嘅逃亡同埋苦難啊。而最代表性嘅例子就係耶穌基督啦。耶穌係冇罪㗎，但係被人誣告同埋迫害，最終被釘上十字架啦。此外，都有啲人問，惡魔同唔回心轉意嘅惡人喺地上嘅時候，點解神放住唔理嘅？然後對神失去信心啦。你都有咁諗過㗎，唔係咩？哥林多前書2章13節講到啦，並且我哋講說這些事，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語，乃是用聖靈所指教的言語，將屬靈的話解釋屬靈的事啊！我哋如果只係睇住肉體嘅呢個結果，得出以上嘅結論，就會變得以偏概全啊！神係靈嘅存在，其實佢創造肉體終究嘅目的，唔係只係為咗我哋肉體食得好，過舒適頂上嘅生活，完全唔受苦而創造我哋噶。神終究創造肉體嘅目的係為咗靈。對於我哋只係睇住受苦嘅肉體，就去論斷義人被惡人欺負係一面倒負面嘅局勢，甚至質疑係咪神嘅錯，係咪神唔公義？咁其實我哋有一個盲點啊，就係忽略咗靈嘅觀點啦。人嘅一生以住肉體嘅角度嚟睇，只係得80至100年嘅命。但係以靈嘅一生嚟睇，其實呢肉體嘅人生只係浮游人生嚟嘅咋，係一瞬間啊！神話我看千年如一日，一日如千年啊！呢個唔係以住肉體嘅角度，而係從靈嘅角度嚟到計算噶。雖然耶穌俾惡逼迫，並且非常之痛苦，但真係以靈嘅角度嚟睇嘅時候，佢係而家喺邊啊？佢就係喺永恆嘅神嘅國度啊！另外，我哋睇下大衛、以利亞先知等，佢哋都遭遇惡人追趕，甚至想奪走佢哋嘅性命。但係佢哋承受呢一切嘅痛苦之後，卻係有龐大嘅榮耀等待佢哋噶。換句話講啦，呢啲患難逼迫痛苦，其實都係反而更加讓佢哋進入生而為人最向往嘅國度，即係天國啊！以靈嚟睇，靈可以承受永恆嘅國度，咁呢一切嘅痛苦其實都唔算得係啲乜嘢啦。另一方面啊，我哋要了解神動工嘅法則啊，神係唔會一開始就審判惡，唔俾佢哋回頭嘅機會噶，而係會俾佢哋一段時間，讓佢哋回心轉意啦。馬太福音12章41節講到，當審判嘅時候，尼尼微人要起來定這世代的罪。因為尼尼微人聽了約拿所傳的就悔改了。尼尼微城本身係個罪大惡極、荒唐淫亂嘅地方，神心意已決要審判整座城噶咯。但係因為呢座城嘅人聽咗屬神嘅人即係約拿所呼喊嘅話語之後悔改，所以神之後就冇審判佢哋啦。所以神同人係唔一樣噶，唔會只係睇一面，而係會睇兩面、多方面嚟到去判斷嘅。有時神會以住惡嚟到審判惡，亦都會為咗善而使用惡嚟到去治理惡噶。以賽亞書當中，神預言亞述將成為佢嘅武器嚟到去懲罰以色列同埋猶大嘅罪惡啊！亞述嘅軍隊
被形容為神嘅杖，用嚟施行審判咯。以色列因為偏離神嘅教導，崇拜偶像，導致神好嬲啊！神借着唔相信神嘅大國亞述嘅征服嚟到去警告同埋懲罰佢哋，使佢哋認識到自己嘅叛逆、自己嘅罪啊！雖然亞述被使用嚟到去懲罰以色列，但係最終亞述人都因為驕傲同埋殘暴而受到神嘅審判咯。神係唔會讓到惡人逍遙法外噶。所以啦，有時神係為咗更加公義、更加理想同埋善嘅國度而使用惡嚟到去治理惡，等到結局嚟到，都會對惡嚟到去做出裁決噶。呢個就係神唔會完全即刻審判惡、消滅惡嘅原因啦。而且神終究會將惡丟入永遠嘅地獄裏邊噶，並且讓善進入永恆嘅屬天國度，讓佢哋得到永生咯。惡人受到審判之後，靈已經被丟入死亡當中。希望各位都能夠以住靈嚟到去睇啦。今日茉莉分享到呢度啦，希望大家唔好淨係問神點解唔消滅惡嘅，而係能夠將自己內心同埋行為中嘅惡拔除乾淨，以住善嚟生活對付惡啦。下個星期四同樣時間再見啦，拜拜。